当心来做侍奉的祈祷。即生的上帝，阮做伙聚集伫圣殿的内底，阮为着今仔日你所选择这个圣工，来恳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互阮伫圣神的快乐的内底，来为主你唱歌、共读圣经、祈祷，也互阮的心真侪上帝你所欢喜、芳芳的祭，通得到上帝你的祝福。阮为着今仔日阮的长老来祈祷，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主耶稣基督的保护，高活伫因的心上，互因的生命得到洁净，手旁救恩的杯，通互阮的兄弟姊妹领受圣餐，就主耶稣所设立新约的保护。主，阮恳求你拍开这个礼拜堂的门，互今仔有需要的人通来就近你，也伫这个所在通来领受因伫生命中间所欠缺平安甲喜乐。阮恳求天父上帝，你甲阮参加伫地，你的圣神充满伫会中，就亲像今仔日阮所共读的圣经，恳求上帝你用你面的光来照阮，用你欢喜的面来接纳阮。愿伫你的面前，将今仔日的敬拜交伫你的手。愿侍奉的、甲领受的，拢得到祝福。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所有圣名，阿门。
平安。咱只是咱用敬虔的心来吟诗，来学习咱的主，真正好。唱首台语的。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天天的烦恼，我哪里唱？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搁一摆，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天天的烦恼，我哪里唱？我的耶稣对我真好。各位兄弟姊妹，咱的耶稣对咱有好无？好，请你即时甲你的身躯边的兄弟，甲因讲，耶稣对你真好。感谢主，主互咱通过一礼拜，将咱有拄着艰难痛苦的代志，将遐来提掉，互咱会当逐日来欢喜。无论咱是拄着什么款的境遇、顺境、逆境，咱拢爱一切来感谢主。我毋知影恁有时常将咱的主耶稣放在咱的心底无？有时阵咱会怨叹，有时阵咱会感觉讲，啊，是安那我祈祷，上帝你拢无听到我的声音。虽然有时阵咱祈祷，上帝无法度马上互咱有答案，总是有一天，上帝伊一定会互咱有一个答案。就亲像咱知影，咱伫世间上，咱有咱的爸母会使互咱倚靠，但是天顶，咱千万毋好袂记哩，阁有一个阿爸爸上帝，伊付出伊的疼来疼咱世间的每一个人。咱即时阁来唱一摆，真正好。哦。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
刷落来唱《奇异恩典》。上帝予咱的恩典，有时阵拢予咱想袂到，迄做奇异恩典。所以咱就是爱专心来顺服咱的上帝。当咱有困难、有丧失志的时阵，咱更加爱来找主，来倚靠主。
咱来吟第3首的诗歌，有一天。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好人好，虽然寂寞，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爱你陪你一生之久。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
咧放即届8月半进前，我的同事伫敢若拜一拜二迄时阵，伊甲我分享一件代志。伊本身嘛是基督徒吼，伊甲我讲，伫1个月前，伊找伊的一粒表啊，找足久的，安那找都拢找无。伊甲上帝祈祷，伊讲上帝，若假使你真正有存在，你互我会使去找到迄粒表啊。果然，伊伫拜一要载因后生要去读册的时阵，因为甲因伫路的因后生甲伊开讲，因囝甲伊讲：妈妈，我甲你讲哦，你有一粒什物表啊？放在倒位？迄天我甲你摕去，我无甲你讲，你嘛有需要，你会使去摕安尼。哇！在那个当下他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伊甲我讲，上帝真正有咧听伊祈祷。这个同事伊常常会甲我分享，伊伫圣经内伫迄个教会生活。伊是一个非基督徒，伊嫁入去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毋过伊的厝里的人有真侪拢无去教会做礼拜，只有伊的小姑仔常常甲伊去做礼拜而已。伊的丈夫伊的先生嘛拢无去。毋过伊甲我分享，伊讲虽然是安尼，毋过伊相信。而且伊嘛有洗礼哦，伊相信讲有一个上帝真正足疼伊的，因为伊常常咧跟我分享伊在他身上上帝在他身上显的神迹吼。有时阵连我家己吼，我嘛感觉足不可思议的。我要甲恁分享这个故事，是要甲恁讲，真正有这个上帝。虽然咱有真侪人拢毋捌亲目睭看过伊，总是。我嘛相信上帝伫我的心内，伫我的家庭，我的囡仔，我的丈夫的身上，因有创造神迹。我们再来吟这一首诗歌，再一次。有一天，上帝一定会显神迹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爱能温暖一切寂寞。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把你一生自救。阿门。
这是咱三甲来做早起的礼拜，请奏乐。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埔，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互我的灵魂静养，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腿、你的拐安慰我。伫我对着的面前，你甲我排泄烟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温暖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世间情人拢着欠情。三甲来吟圣诗，圣诗25首，下调，请起立吟全首。
请咱徛地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瑟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当中教会。圣徒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活命。阿免，请坐。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5篇。启应文第5篇，这个天讲起上帝的荣光。即日对迄日发出言语，无言无语。伊的准情遍伫天下，上帝伫伊中间为着日头安伫帐房。也亲像冥养的人欢喜行伊的路，坐到天的迄边，耶和华的律法照全，耶和华的干净确实，耶和华的教示正直。耶和华命令清洁，敬畏耶和华的道理的是清气，永远存在。比金比最最好金较通羡慕。个恁的奴仆有者会受警戒，一嘴会知伊的失错啊！求你阻止你的奴仆，无故意犯罪。我就完全，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三甲过来吟圣诗398首。我来亲近耶稣，请坐咧吟全首。我来亲。
三百来祈祷，感谢上帝，你的恩典教也原谅，伫阮的生活中常常甲阮同在，阮的心灵，阮有通倚靠。伫阮拄着困难、受挫折的时，上帝，阮诚心向你恳求，上帝拢要做阮及时的帮衬。主啊，你有讲，你是世间的光，对你的人无行伫暗。阮真意爱对你条条，互阮的生活、信仰、健康，拢有主耶稣所想的光。安尼祈祷恳求，靠主的名，阿门。赞美，请献歌队。
三甲来强守上帝话，记载新约圣经民数记6章22节到27节。22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讲：你着吩咐阿伦甲伊的囝讲，恁着安尼讲，安尼甲以色列人祝福，对因讲：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互伊的面光照你，施恩互你；愿耶和华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安尼，因要用我的名下伫以色列人的面前，我也要赐福因。搁看一位旧约圣经第约翰福音，新约圣经约翰福音8章12节。约翰福音8章12节。耶和华搁甲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对我的人无惊伫暗，反正要看要有活命的光。以上讲道，行伫光中的基督徒，请郑牧师。亲爱的姊妹，愿恁平安。无论伫什么所在，同齐做礼拜，主所听遐的姊妹，愿天父上帝伊的恩典，甲咱三甲伫地，咱同心来祈祷。活命的主，世间的真光，主耶稣，你有应允安尼讲：既然追求你，跟对你的人，无搁再行伫黑暗中。我们奉你的性命来为着这个时阵，心内有苦楚，生活伫黑暗、困迫、夜早。毋知要怎样，你所听会惊就甲查某囝。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斥责迄个搅扰的黑暗离开每一个需要上帝活命真光主的囝儿。愿主你为阮拍开迄个门，互阮会当进入主你的光明中，互阮得到活命的真光。所有黑暗关系无搁再捆绑阮。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祝福。因为这个祝福是对古早的上帝耶和华所赏赐，愿主赐福保护阮，愿主保守阮，也愿上帝你的面的光来照阮，施恩伫阮的顶面。愿你用欢喜的面来看阮的礼拜，互你的平安踮伫阮的中间。我们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恳求主你临到伫阮的中间，你用你的真光充满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内。我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所听的姊妹平安，愿主伊的真光照伫咱的内心，也愿每一个兄弟姊妹对内心讲，我愿意。我要甲兄弟姊妹分享讲，你若无愿意拍开心门，就算这是咱的创造的上帝，伊嘛袂勉强来强迫咱接受伊的听。所听的姊妹，天父上帝的听。早就伫地，今仔伫地，将来嘛永远伫地。这个听是一个穿越时空的爱。兄弟姊妹，你敢知光的速度偌紧？咱拢听讲光的速度非常紧，光1秒钟安尼逼一个，射地球7年半。但是这个光对太阳来到地球，爱走偌久？走8分半钟。兄弟姊妹。每一个时阵，咱看到这个光是穿越宇宙时空，久久恒恒，才来到咱的中间。天父上帝伊的听，是对天灵降临伫咱的中间，伊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光伫宇宙咧走的时阵，无人看到光。这个光伫宇宙的中间没有媒介，没有空气，所以这个光穿越宇宙的时阵。基本上，咱知影看过太阳迄个科幻片，伫迄个空中宇宙咧走的迄个太空船，其实光若未直接照，因根本看袂到光。但是这个光对远远的所在来，穿越黑暗，带来光明。一个人的人生好亲像就是黑暗的宇宙，英语叫做 chaos，
巧合就是讲混沌未开，是一个什么拢无，但是光存在。虽然咱看袂到光，但是光存在。虽然咱看袂到上帝，但是上帝存在。光需要有空气，咱才会看到。光有几啊种的色彩，红橙黄绿蓝靛紫。伊的波长无共款的时阵，光透过无共款照，咱就知影讲哦，你穿黄色的衫，你穿红色的衫，你穿黑色的衫。通过这个媒介，咱反射出来上帝的光。上帝有存在，今日今仔领事的姊妹甲咱讲，真有一位上帝。就算做咱无愿意相信，但是伊存在。上帝所听遐的姊妹，无论你的情境怎样，你若愿意甲上帝讲，主啊，我需要你，伊的光就要进入咱的中间。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回想拄则诗会咧读圣经的时。包括咱的启蒙文，亲爱的姊妹，今仔日所读的启蒙文，甲诗会所读的圣经，有对一句话，伫当下你咧听的时，忽然迄句话足清楚，互你的注意力就焦聚在迄个字的内底。其实每一摆做礼拜，当咱的诗会咧讲读圣经的时阵，咱应该爱已经有感动，毋是敢通过牧师的解说。迄个感动才遐尼清楚。咱若有心，就算这诗会无解说，圣神就互你伫听迄个圣经的时阵，就忽然有一个祝福应允对你发出迄个邀请。你就忽然有一个感动，你就甲上帝讲：上帝，我需要。愿主祝福你，愿邀我保守你，愿主用伊的面光照你，愿伊扬脸。用伊欢喜的面来看你。今仔日讲，耶稣讲，我就是世间的真光。既然跟着我的人就无生活伫黑暗中，因为因要得到生命的真光。所以，兄弟姊妹，你敢知光的重要？咱听道理太济啊，所以地教咱有当时也抓袂到重点。全世界的宗教拢看光最宝贝。不够多伊咧念阿弥陀佛，这你敢知啥物意思？刚才咱毋捌出席伫不教的团体，毋捌伫背哩。但是阿弥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是迄个字，就是皈依啦。阿弥陀佛的意思就是无量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真光。所听的你就讲，无论宗教，无论东西南北，无论什么种的文化。多数的人拢看光是一个正向，因的光代表愿望，光代表活命，光代表应允，光代表正向，光嘛代表智慧。所以无光的时候，有时咱读册读袂通，因为无迄个光甲咱照，无迄个启示，无迄个帮助。亲爱的姊妹，伫今仔日你听诗会的时，请问你。有对一句话特别深心来感谢你。今仔日新约旧约所讲，拢在咧讲起生命的光。出来下咧民数记这段圣经，是已经3200年、3200几年，以色列人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甲摩西讲，你就甲亚伦甲伊的子孙讲，因为亚伦甲子孙伫上帝的竞选的中间，因才做以色列人的祭司。因相信用上帝的话来讲伫人的身躯顶悬，就亲像用光照伫人的心上。所以相信爸爸的祝福，因相信老爸临终的时阵，对心内心的祝福，就一定会成就。所以伊讲将我的名甲将我的话放伫以色列人的中间，祝福因因就是指亚伦甲伊的子孙。就要得到祝福。圣经这句话安尼讲：愿主祝福你，愿主保护你，愿主用伊的面的光来照你。上帝的光，就亲像暗暝，咱伫阿里山上咧等日出，经过真长的等候，忽然的光对迄个东边出来。
咱目睭闭顺，咱有感受到光有一点点的烧去，就打伫咱的面。而这今仔圣经就这个意思。伊讲上帝用伊的面的光照伫人的身上，意思就是上帝用画面、用稳定、用光芒放伫人的中间。亲爱兄弟姊妹，包括这些青年，恁的人生都开始就亲像日出的光。圣经讲要拿来拿光，直到这中道。所以，姊妹，如果你若拄着惨淡、黑暗、苦楚，唔通轻易放弃，因为上帝永远是咱的光芒。愿咱常常仰目，用咱的面来听候。咱甲主讲，主求你用你的面的光照我。这个上帝仰脸伫这圣经中间翻译有两种足无共款，一种就是上帝举伊的面 lift up his face， 就是将伊的面举起来。所以真侪人感觉不可思议，因为上帝伫天顶啊，伊若举起来，佫看佫较悬啊。神啊，伊开讲，伊举目看我。原来以色列人这个字，原本这个名读音叫做 NASA。我若讲 NASA， 恁想着啥？美国太空总署啦，共音无共意思。NASA 这个面有下面有接纳的意思。原来以色列人感觉连上帝都不爱阮啊，因为阮这是放荡囝。我虽然是信上帝，上帝带阮脱离埃及，伫旷野40年，互阮的鞋无破，互阮的衫无破，互阮伫旷野中间有肉通食，有水通啉，何等的奇妙，何等的稳定。但是因幽怨放纵。拜偶像，有真侪时阵暗滚滚硬，无愿意承认上帝，所以因感觉连上帝无爱啊。所以讲上帝的面我走啊，所以以色列人开始受苦。所以你求上帝讲，上帝求你的面给我倒倒。所以拿撒这个字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上帝变面，但是上帝的面搁倒来。愿天父上帝这个救恩。甲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同在，直到永永远远。上帝的光是啥物意思？耶稣讲：“我是世间的真光，踮伫我内面的人无去走黑暗，跟对我的人无去走黑暗，因为因要得到生命的真光。一个内心若无恶梦的人，就亲像黑暗面无电火，伊感觉活得比死较艰苦。无论任何人安怎个苦况，伊已经决定。”伊是一个无命的人，兄弟姊妹伫上帝面前无绝望，咱会当无听人的苦况，但是咱袂当无上帝的光。原来你今仔日个礼拜，咱进入到上帝的话的内底。拄则我问咱讲，你上爱的话是即张经文中间的第一句？当然，我讲上帝要我祝福满满。我的福杯满溢，愿主祝福你，愿主保护你，愿上帝的面光照你，施恩予你，愿天父上帝用伊欢喜的面。伫好好本就是咱的中文的圣经，好好本的翻译，其实伊的翻译是愿耶和华向你扬脸，就是上帝将伊的面挖转来，上帝将伊的面压起来。伊原本就无爱插你，但是上帝因为怜悯咱，所以要正面来看你。以前上帝看咱真讨厌，连看都无爱甲咱看。但是今仔日，上帝的怜悯讲，我要举我的目，我要望你。所以台语的翻译较下伫这个经文前后的意思。上帝用欢喜的面来照你，赏赐你平安。所以你姊妹常常用这话。为着你的亲人祈祷，常常用这话为着你的家庭祈祷。你讲牧师，我敢会当安尼讲祝福？当然会使，毋是干那牧师才有受设立、有官兵。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这句话已经3000几年，拢是因家庭中间时代对囡仔的祝福。愿耶和华祝福你，愿耶和华保护你，无论你何去何从，愿上帝稳定甲你三脚地地，愿伊的面看你，愿伊的面光做你脚前的灯，做你路上的光。
赏赐你平安。阿免吗？所以兄弟姊妹，咱就今仔日个礼拜，咱也要甲上帝讲：上帝，虽然我看袂到你，但是我的心知影你伫咧。咱的心就亲像空气中的空气，大气层。无这个大气层，你的空气无法度来彰显出来，迄个反射、折射迄个光。若要通过大气层，落雨了无彩虹啦。咱看到的彩虹，拢是空中的水汽甲空气光照过，然后咱才看到伊通过迄个小水滴，伊照过了7种的光，因为波长无共款，所以照出来速度无共款，然后伊就分开。咱通过迄个空中的真多的小水滴，几片的云雾，咱就看到噩梦的记号，伊叫做轻。所以兄弟姊妹，人看袂到上帝，但是心中有圣神的人，心中有上帝存在，心中有圣神的人，你就看会到上帝，你就知上帝的存在。愿咱就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上帝讲：上帝，我愿意。主耶稣，你是我活命的光。我一切智慧、愿望、信心、积极，拢是你所赏赐。亲爱的弟兄姊妹，咱平常做人，有的人真够讲批评的话，迄个人偌歹，有的人我一世人毋捌听过伊学落过别人。兄弟姊妹，你爱做会晓学落的人，也是做一个足够批评的人。兄弟姊妹，你若是一个有迄种个性、真够批评的人，千万请万毋通常常甲你的囡仔讲，因为到你年老，你的囝会足讨厌你。因为我从细汉大汉，我的是大人，从来毋捌甲我讲一句恶落的话。兄弟，你爱互恶落，也是爱互人批评，将心比心。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赏赐咱、改变咱，活命的光，光照着的时，咱就知影咱的个性是什么种的个性。当然，批判是一种的智慧啦，但是，这个批判不要轻易用在人的身上。批判是要互咱判断对毋对、好歹，毋是要用来羞辱别人、伤害别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主耶稣的光就进入咱的内底。愿主甲咱三甲伫地，互咱安静来思考。咱问主耶稣讲：主耶稣，你伫今仔日，你伫2000年前，你甲你身边的人讲，军队里的人要得到活命真光，到底迄个活命真光是啥呢？兄弟姊妹，你伫这本圣经的内底，你看见什么种的可贵的价值观念、智慧？若要讲究，咱读圣经无容易明白；若要讲究，咱无容易明白咱家己的情景。所以代表者会安尼讲：上帝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上帝讲一照，我就知影我是心中人；当上帝一照我头前的路，我就知影我头前是有危险，也是有平安。主帮助咱，上帝赏赐伊的面的光。拄则我甲咱解说讲，羊年这个举起来，这个字本身那啥有2种的意思、3种意思，一种的举起来，但是另外一种的接纳，搁一种的下面。当上帝愿意用伊面来看咱的时阵，伊甲咱讲：我所听的查某囝，我所听的囝子，同款的意思。所以当咱安尼甲家己祈祷、甲上帝祈祷的时候，主啊，求你举目恩我，求你无恩我收回你的圣神，求你无活走，无看我。意思就是上帝无放杀我，当作我是孤儿寡妇。上帝怜悯帮助，时时刻刻甲我三甲伫地。这个字那啥，恁会当搁补充倒去读诗篇第4篇第6节第7节。主啊，求你的面无活走，主啊，求你活倒转。那啥，这个意思就是接纳。主，我知影我捌互你伤心。主啊，我知影我应该安怎做，你才欢喜。但主啊，我谁那开常常拢做倒饼呢？弄巧成拙。主啊，赦免我是一个真含慢讲话的人，定定讲毋对话。主啊，我是一个真含慢的人，我明明知影好，但是我无够遐会坚持。伫人的面前，我都软弱懦弱，我都亲像安那
人讲啥，就对人安那，共附和。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主啊，你接纳我，你赦免我，用你的面的光照我，保护我。上帝的光，就亲像拄则牧师甲咱做一个比喻，科学性的解说咧讲起，光对日头，对迄边的日头来到台湾爱8分半钟，伫每一秒钟伊射台湾7年半，你知影这偌紧吗？主啊！迄个光经过黑暗，咱的人生捌亲像黑暗面的这个宇宙，咱的人生捌有可能亲像无点电火的房间，咱会伸手不见五指，看袂到光芒。但是上帝的光，就亲像这个宇宙的光。所以以赛亚才讲，当日头无搁再做恁的光，月亮无搁再做恁的光，但是耶和华要做恁永远的光。相信吗？你若相信的人，爱伫心内较大声，你免伫礼拜堂啊足大声。但是恁爱伫心内讲，主啊，因为你的应允，我永远无放弃，永不放弃。因为主你是赏赐恩望的上帝。咱虽然看袂到上帝，但是若无上帝，咱看袂到这个人生；若无上帝，咱看袂到真光。若无空气，人袂当看到这个宇宙的光；若无圣神，人就看袂到上帝。愿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主的光，这个时阵照伫咱的内心。咱活伫咱的心中，咱甲主讲：主赏赐我生命的真光，主赏赐我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主改变我的思想。互我黑暗负面的思想，有上帝你的真光充满伫我的内底。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地点，我要甲咱分享生命真光有几个字。我无真长的教育的时间，一句一句甲咱解说。但是弟兄们，恁会当放伫恁的心内。下面我要甲咱讲，生命的光有几种的物件，恁会当真足想，恁会当祈祷想。恁伫祈祷的中间回想圣经，伫祈祷的中间求圣神来帮助恁。光代表一种优质的生命。咱知影种树啊，种五谷，种任何物件，若无光，迄个植物是袂活的。所以人真认捌这个光的重要。所以有人就伫伊的田园的内底吊电火，24小时，暗时来落这么倒，互遐所有的花草安那。日时暗时拢咧成长，水果嘛共款。光是一种优质生命的图像，所以光代表平安，光代表愿望，光代表方向。因为光照你就看会到你要去什么所在。愿天父上帝帮助，有光的人，内心有光的人，无容易看路，因为主的光要将平安放伫咱的内底。亲爱的兄弟姊妹，无论你伫什么所在，愿你听见上帝甲你讲，上帝要用伊的光带你脱离黑暗的关系。愿咱伫主的面前，咱无拒绝，咱嘛无狡辩。有真侪人伫苦楚的中间，毋是祈祷，是埋怨，是抗拒。愿天父上帝将平安、愿望、活命的方向，放伫咱的中间。主，你说的话算，因为你是上帝。愿你的话伫我的生命顶端照安尼来执行。你讲就遵守。愿天父上帝伫咱中间每一个兄弟姊妹，愿伊的话改变你的思想，愿主的话改变你的想法，愿主的话改变咱的主张，愿主的话改变咱的命运。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带，光代表一种奥秘。今仔日咱的题目，我有搁伫边仔搁附一个字，叫做 lumina。这个字意就是发光体啦。嘛会上讲用耶稣伊所讲，伫约翰福音12章内底讲，你们是光明之子。
既然有耶稣基督甲咱三角地的咱军队，咱进入伊的光的内底，就无搁再有黑暗。咱就是上帝光明的子子。咱不仅就亲像通过电的迄个电球、电灯泡，咱要叫做有生命可以发光的生命。像这里愿意你的一生都是活出光明吗？阿门。如果你若是阿门的人，愿今仔日的圣经节，甲今仔日的主题，就正做你的应允。主讲你要做我光明的子子，路面呢，这个字就是光行者，行在光中的人。明白光的人，明白上帝奥妙的人，看见上帝真光的人。兄弟姊妹，你看见上帝光吗？今仔日的金句讲，阮是看见耶稣基督阳光的人。所以今仔日的金句伫约翰一书11章第4节，伊讲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稳定真理满满，佮阮捌看见伊的阳光，阮捌看见。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祝福在座兄弟姊妹，咱拢有份，咱有这个荣幸，有这个荣幸，有这个福气，咱可以目睹会当看见上帝的光。就算说咱的肉体目睭无看见，但是关上帝光照咱，改变咱，互咱亲像保罗，伫以马忤，毋是以马忤，伫大马色的路上，总光照伊的时，太强烈的光，伊忽然凄迷。伊讲：主啊，你是什么人？伊讲：我就是你所困着的耶稣。主啊，你赦免我。以前我毋捌你，所以我毋知。愿天要上帝伊的光，只是进入，今若拍开心门，愿意接受。甲主讲：主啊，我一生拢属于你。主的光甲你三角地带，互咱无惊吓。主耶稣讲：我徛伫门外拍门，亲爱的姊妹，你愿意拍开你的心门，互耶稣做你的主吗？你愿意拍开你的家庭，互你的家庭，互上帝，互主耶稣掌管你的家庭吗？你愿意你的婚姻，愿意你的工作，愿意将你的子子孙就亲像亚伯拉罕，将伊的以撒献给上帝吗？咱所有一切，一切拢是上帝赏赐，所以要我收回，要我祝福，要我祝福，要我收回。我的嘛是上帝的，上帝嘛是我的。我知影，我的上帝要互我做乞食，所以我的上帝，伊是掌管我的上帝。主耶稣讲，我是世间的光。所以，既然称呼主耶稣的人，就无搁再生活伫黑暗中。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斥责迄个黑暗的鬼、黑暗的鬼、黑暗的苦楚、黑暗的搅扰。离开在座所有主所听兄弟姊妹，离开恁的囡仔，离开恁所拄着的困惑、迷惑，愿天父上帝甲恁三角地带。这是今仔日伫基督中的大道。愿我所甲咱分享的经文，就亲像这4字：行在光中。愿天父上帝，互恁一生无搁再有黑暗。思想光明，行为光明，动机光明，伫主的面前嘛无虚假，是光明。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带。所以第一个，我要问兄弟姊妹讲：你敢捌看见主的阳光面的光？兄弟姊妹，求就互咱，你相信吗？你若还未看见的人，你甲主讲：主，我想要看见你。我会记得有一摆。本日长老娘甲我分享讲，伊真想要看到上帝阳光。无久的后来，伊甲我分享讲，伊伫礼拜中看到上帝的光。所听的弟兄们，愿这个光进入你的内心，互你的内心不再黑暗。趁着还有光，行在光中。兄弟姊妹，毋通等到一日。离到最后无路通行的时阵，连你家己的性命嘛自我放弃。
当迄个黑暗无临到的时阵，你甲主讲，主你的光永远无离开我的心。兄弟，你敢知即种祈祷偌重要？主你的光若永远无离开我的心中，我着将来伫未来，我着毋免伫苦楚的中间拄着绝望，甲不知所措。主帮助咱，因为伊就是生命的真光，这是伊的应允，这是伊的祝福。我看见伊的阳光，所以约翰安尼讲，就亲像主耶稣上帝独生囝对天父上帝所得到的阳光。这个光嘛要赏赐予咱，这个光嘛要赏赐予你的囝子，甲你的家庭。黑暗代表见效，光明代表接纳，光明代表赦免，光明代表洗清，光明代表新的愿望。求主耶稣通过今仔日的礼拜，通过伊的话，通过今仔日的圣礼典，咱捧起这个杯，咱甲主讲：主，这是你甲我立约，是你的宝血所设立的。我要用安尼来纪念你。愿主甲咱三个伫地。今仔日的金句安尼讲：道成肉体，点伫咱的中间。咱甲上帝讲阿们。主，你的道要点伫我的心内，主，你的话要点伫我的家庭。我的家庭永远要遵守你的话最大，互你的话充满我的家庭。若你的话充满的时，阮的人生就充满稳定甲真理。阮也要看见独生囝基督耶稣基督，伊所带来天父上帝伊的阳光，愿天父上帝的光，亲像这个宇宙对日头，远的迄个宇宙迄边。经过8分半钟来到台湾，就亲像阿里山上看日出，上帝面的光忽然伫黑暗中出现，甲我讲：我所听的囝子，我的面的光要永远用你。主祝福咱，互咱每一个人拢伫主的灵面的中间来拍开。主耶稣拄着这个圣经是记载伫启示录3章20节，耶稣讲：看。我踮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拍开你的心门的人，我就要进入你的生命中间。你甲我要同在伫天国，同坐道。因为这句的圣经，所以后来有真侪艺术家，因甲耶稣在门外拍门画出图。这个画这张图叫做 William Hunter， 这个人是一个足出名的一个艺术家。当然，牧师互咱看的就是这是上半身尔。基本上，耶稣这张相，恁会当伫Google中间，一个叫做世界真光，耶稣伫这个所在，这个 Hunter， 伊甲700度画甲足水。后来伊毋是水尔，伊画了时阵，伊问伊的朋友讲：你感觉700度安怎？这个朋友足认真看，到最后就甲伊讲一个建议：你画了很完美，嘛真感动人，但是你少画了一个门把，因为汉特为这张耶稣伫门外咧拍门，耶稣关一拍灯，这个门其实外口已经真钱和漆皮拢压杂，代表讲人的心门去互迄个真侪迄个捆绑掉咧。这汉特这个画家，伊讲是，你实在内行，你马上就发现讲少了一个门把。一个威廉甲伊分享讲：我是故意无画门把，因为人的心门，若毋是伊家己愿意对内面拍开，迄个门永远袂开。现在恁同意吗？这个艺术家实在是一个信仰的神学家，伊知影人的心门是无容易拍开的，伊嘛知影主耶稣袂勉强，袂强亲像强盗安尼门撒开。你爱相信我，你爱相信我，你爱相信我。主耶稣，所以这威廉汉特这个人，伊用700度，真侪世界真侪人会帮衬。主耶稣来到你的人生，来到我的人生，来到咱的教会，嘛要来到恁的家庭。主耶稣要为着恁的厝，讲着恁愿意吗？兄弟姊妹，只有你同意，主耶稣才会通成做你的救主。
一个人无愿意拍开伊的心门，伊无论听几摆的讲道，伊无论读几摆的圣经，有可能收获有限。但是一个人若足敏感、足渴慕、足敬畏，伊的心门是一个敞开的。主啊，我要大大的张口，你大大对天灵来赏赐我。主耶稣要来到咱的家庭中间，照光你的家庭。伊徛伫你的厝内，你愿意吗？你愿意让这主耶稣进入你的家庭吗？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咱对内底拍开心门。心门是没有门把，独独心内的主人，咱愿意甲主，将这个主权甲主耶稣讲：主啊，我将我的心门交予你。主家己拍开这个门。光就入来，主耶稣讲：“我是世间的光，反转活命的光，咱就要得到。反倒当要有活命的真光，甲咱三角地带。”第二项，我要用一个故事来甲咱分享。这个人是影响我足深的一个人，我毋捌上过伊的课，但是当我伫牧会，咱德堂教会牧会，大概是第二个阶段，大概是1993年迄个时阵，我感觉牧会有一些困难，我感觉我有真侪瓶颈。伫无意中，上帝将伊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叫做 Morgan Campbell Morgan 这个人，这个人是足出名英国的一个牧师，伊将所有的圣经66卷，伊翻译写60卷的圣经的著作，解经的一个牧师，所以人称伊做解经王子。这个牧师伊的故事影响我足深，因为当我不知何去何从，伫咱的教会因为年轻，因为咱的教会真有限，人数少，资源少，所以伫个中间我问上帝讲：上帝，将来的路要安怎行？摩根牧师，伊是伫英国足大间的教会，叫做西敏寺，就是伦敦大笨钟的边啊。足大间的迄间礼拜堂，迄是全世界足指标性的教会。伊讲：上帝啊，今仔日我所解说的圣经所讲的道，连我都无感动，我要怎样？主啊，若通，互我离开这个牧师的职分。主啊，互我 let me go， 因为当我无法将我家己心内有感动的物件，甲人分享的时，讲道是一个足大的痛苦甲重担。后来上帝感动伊，伊将伊所有，伊是一个神学教授，所以将伊书房的册拢暂时放落来，然后伊走去教会的附近的书房，基督教书房，买一本全新的圣经，倒来伫伊的书房，伊归落来，伊甲伊把圣经放伫伊的椅仔顶，伊跪伫地板。伊甲上帝讲：对今仔日开始，我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我重新读你的话语。我无爱读遐个神学家的解说，主啊，你直接对我讲话。当伊谦卑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伊的生命得到祝福。伊的故事互我足大感动。所以兄弟姊妹，30年前的我。伫咱中间，某个人有感动我，你敢愿意亲像我嘛同款，重新带到上帝面前，你愿意吗？毋是通过牧师的讲道，是通过你甲上帝直接的关系。兄弟姊妹，将恁的生命建立伫上帝家己，将恁的生命建立主耶稣基督的约。将咱的生命建立伫上帝家己的话的顶端。愿主伫咱即间教会内底，伊讲伊爱讲的信息，伊讲伊爱讲的话。愿每一个进入到上帝面前的兄弟姊妹，拢亲像这个牧师。这个牧师伫西敏寺讲道30年，非常无简单。真做英语世界一个真要紧用上帝的话。影响世界的人，
伊将即个讲道的锁匙交予另外一个同一款有即种心智的人，伊叫做钟马田。即个是医生，嘛是牧师。钟马田对即个摩根，伊接即个位，伊继续也有缘伫西敏寺讲道30年。即两人伊的服侍态度，是我生命中间真大学习。所听的姊妹，摩根伊最后讲一句话：圣经从来不对懒惰的人讲话。也意思就是讲，懒惰的人就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我读到伊这句话了后，我一个感动，因为我去伫我的人生中间，我有看到一寡人，因真爱将伊意见讲予别人听，但是因拢不爱听别人的意见。救恩真困难进入自以为是的人，一个无愿意听的人，永远听袂到主耶稣的声。兄弟姊妹，世事谨慎、警醒，毋是你愿意听才听，因为无愿意听的人，永远听袂到真理甲上帝应允。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叫做一个行在光明中的人。今仔日的题目叫做 luminary， 这个 luminary 这个字本身就是发光体。我特别甲伊用英语，毋是要甲恁上英语课，我是要互咱有一个足简单的单字，会当对心来讲，主啊，我要成做光行者，我要成做发光体，我一生我生命要成做你的光，自然而然伫我内底所发出的。其实这毋是我想到的，主耶稣伊讲予一个英国的牧师，所以英国牧师就用这个字写一本册，伊讲你我都是世界的光，你我都是上帝的光明之子，这就是这本册。这本册伫最近我的灵修中间，我读这个故事，因为这个叫做罗云的这个英国的牧师，伊写这本册在光中行，伊讲到2000年来有20个足特别的基督徒。因为上帝的真光照伫内底，因正做非常有勇气的人，无论是伫政治界，无论是伫文学界，无论是伊个人的灵修，无论是伫伊的道德生活，伊写到2000年来，伫上帝光照的下面，离开黑暗的关系，活出生命真光的人。兄弟姊妹，你会使毋免读这本册，但是当你听到牧师的分享的时，愿你心中有一个感动，讲主，互我甲这20个人同款，互我的生命发光。兄弟，你愿意吗？只要有光，就是主耶稣。这个牧师写几本册拢有翻做中文。今仔这个圣经的结论，民数记第6章第27节，上帝甲摩西讲。因就是指阿伦甲伊的囝，若用我的话将我的名放伫以色列人的顶面，我就会祝福伊。兄弟，这句话，兄弟姊妹，这句话意思是讲，你若将上帝的名，愿你的名成，愿你的国人教，愿你的旨意得成，像耶稣的家人的祈祷讲，你若愿意将上帝的名放伫你的囡仔的生命中间，上帝要大大祝福你的囡仔，上帝嘛要祝福你，你相信吗？兄弟姊妹，你愿意将上帝的名放伫你的囡仔心思意念吗？真简单的意思就是讲，教你的囡仔敬畏上帝，将上帝的名放伫你的心内。首先对你开始，当上帝的名若伫你的内面，上帝自然会对你讲话。你若有啥物问题，作自由，讲互上帝听。上帝要甲你讲话，你相信吗？咱同心来祈祷。我命的主耶和华阮的上帝，世间的真光，我命的真光，主耶稣基督，阮敬拜你。你是独一真，你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你早伫地，今仔伫地，将来嘛永远伫地。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你来掌权进入
每一个听你的话，阮的兄弟姊妹，你所听的囝儿查某囝，你的光永远照在伫因的顶端，互因无乌影，互因无受黑暗的惊吓。所以你甲每一个细囝三角地底，互阮的细囝将来是勇壮，无惊吓，无伫黑暗混乱的中间。主你做阮生命真光，互阮对你的光来见证你的光，互阮为你发出光，互阮的亲人朋友，因为阮的光一支小小的蜡条，因也受祝福。这是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准备心来修圣餐，咱来吟圣诗215首。耶稣辛苦，给我定心。
家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日属于伊的教会的陪参者三甲来收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耶稣对今日归向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安尼讲：要喙搭翕无义的人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时所讲的话。保罗安尼讲，因为我捌对主领受也传授互恁，就主耶稣基督受卖迄暝有八饼祝谢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会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就用安尼来纪念我。逐摆恁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我的死，直到我过来。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照你的吩咐，摆设即个饼甲葡萄汁，愿纪念你伫十字架顶悬的救恩，何等宝贝！何等互人羡慕！因为你的死，所以阮得到救恩；你的身躯得到拍破，愿用圣餐的饼来纪念你。你的血流出，成做新约的杯。主耶稣恳求你家己亲自来圣别摆列伫你的手中，即个饼甲葡萄汁。求你来到阮中间，亲自来主持即个属灵的宴席。互每一个亲近你的人，拢甲主你结连，愿将这个饼甲葡萄汁交到你的手中，用你的性命来祝福，互领受的人就得到主耶稣你家己的活命。愿咱恳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世间人所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咱来请陈英宏长老甲林树个长老来旁边。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饼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世间人所牺牲流血，咱要用敬虔的心来接受。咱虽然未堪得，但是主耶稣会听白白互咱。咱安静，求咱看袂到的主耶稣，咱甲伊讲。主耶稣，请你进入我的心内，我拍开我的心门，我来敬拜你，我认知你。主耶稣，求你进入我的生命中，带来你生命的光，互我做你光明的镜子。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收拾我活命的官兵，收拾我活命新的泉源、新的开展。主耶稣，既然每一个领受你的圣餐的，做每一个领受你圣餐的，祝福因得到祝福。通过这个圣餐，互阮甲主你结连。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领受来纪念我。
书记姐，咱继续祈祷，咱听候圣餐的备办。虽然说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当阮手提这个圣餐的饼，阮纪念，阮感谢，阮嘛默想，你为阮死，阮要为你来活。主耶稣，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踮伫阮中间。主，阮感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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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阮恳求你，将你的话名放伫阮的心中。主耶稣，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将你的话名享受。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拍破。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同齐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来请庄胜长老、甲英宏长老来旁杯。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信仰，主耶稣会所设立的。做伫今仔日个礼拜，做伫今仔日个礼拜中，我们领受你的杯，主恳求你伫阮中间，主阮感谢你。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信仰，是我的宝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信仰，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
等一下。这个杯代表信了，是主要所会所设立的，总是。咱同心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纪念你。阮虽然未堪得，但是你为着阮流血，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保守，互阮伫将来的生活顶悬。因为你的保血，阮会通更较圣洁、更较警醒、更较刚强。所以你的活命，伫阮的生命亲像水泉，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扶持阮，互你的活命水泉，你的保血，就亲像迄个永远冲出来圣神的大开力。所以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当阮领受你的杯时，阮就得到开力。阮安尼祈祷，咱同齐来领受。逐摆咱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祈祷。现在，现在，现在，活命的主，伫圣餐的中间，阮甲主你结连，有你的疼，有你所说的愿望，也有人甲你所立信仰的道路。所以，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恳求主你保守，互阮伫过来即个月中间，阮的生活。阮的言行举止，拢会记得是主耶稣基督踮伫阮内面的话，通互主你的名，互人尊敬。主帮助阮持续这个圣洁的交通，直到永永远远，基督我所圣名，阿门。咱同心来准备奉献。
平安列车张牧师。咱今仔日有第一摆来德腾教会做礼拜的人客吼，恁敢捌来过？你只能毋捌吼，请恁过来歹势，我无嘿，咱欢迎恁吼，欢迎恁，欢迎恁吼。敢阁有第一摆来德腾教会？咱来用这条诗歌互相请安吼，愿主耶稣会听甲咱三个对地。主会听点伫恁一生中，耶稣听你，伫你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咱进入光明的国度，我要所听你，为求你，耶稣永远听你。阿门。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为着你所听的囝儿查某囝，无论伫什么所在，愿恳求你用你的慈爱，用你的怜悯，用你的面的光照因。当愿言耶稣听你的事，愿主你超出所求所想，你的平安甲你的慈爱，就点伫阮的生命中。阮特别为着阮教会的士大人来祈祷，愿主你甲阮教会的长辈，互因的生命伫每一天。拢享受上帝你所赏赐因平安甲喜乐。主，特别为着阮教会中间有拄着艰苦，无论是心神，无论是肉体，恳求主你甲因三甲地地，无论因伫什么所在。主，你纪念身躯软弱的人，主你赏赐勇壮的心神，健康喜乐的灵。主，互阮会当伫主你的面内底换出噩梦的记号。主，求你保守照顾。当阮因耶稣听你的事，求主你，互这份的听进入伫每一个家庭。无论阮拄着什么种生活的境遇，愿主你甲阮三脚地地，有你的稳定，阮就够业。阮的日子怎样，稳定也怎样。主，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家所有性命。阿门。咱来为着这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这礼拜有张长老父亲节，吼。然后生日的家贫有闹对哈，看他讲，咱同心来祈祷，专为着家贫，为着张长老为着父亲节来祈祷，感谢你，互因伫生日的时来到主你的圣殿，主阮照你的所赏赐阮的信仰的态度，阮。将生命交伫你的手中，主求你用油抹伫因的头壳顶，互因来领受上帝你的稳定，就亲像你甲因吸油、抹油、吸引，至圣的天父上帝，求你互因伫你稳定中间来试看稳定的滋味，互因稳上加稳，力上加力。主也赏赐圣神的智慧，就是圣神点伫内面有智慧、聪明、策略、能力，佮有财物的灵。主啊，你甲因三脚地地。互因伫过来365日，会通伫主你的性命中间，甲主你同工，来享受上帝你所赏赐一切的奇妙。我安尼恳求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咱这是。顶周的聚会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早起9点半伫
礼拜堂，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青少课会中昼1点伫教育馆，查经班拜六暗时7点半伫线上。圣感服侍下周思会陈英宏长老，领诗青少课，司琴陈美秀执事，司宪交代张凤仁帮关执事，爱参李淑清姐妹。新眼光的读经表，咱照安尼家己灵修。具体交通，本主日礼拜爱参后。举行10月份的中集会，请中集出席。第10月21日开始，每周拜六下晡2点半到5点，儿童营会。本季内容有合唱、烘焙、提示栏，欢迎注意报名参加。第3，杨雅春执事纪念奖学金申请资格，大学70，高中70，高职75。高中75，小学90，请咱紧交成绩单。第4，圣诞节有洗礼，请有感动的人备办心报名接受真道班的课程。咱也为以下生日的兄弟代祷。奉献报告，咱家己看，若毋对则按过价，人员反映。具体交通，大道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请咱为以下兄弟欠安的人兄来祈祷；第三，为教会青少年心灵甲课业祈祷。第4，为适婚的青年婚姻祈祷；第5，为姊妹教会大道妇林集祷告打烊。以上，咱3甲6音上映507首。请起立，吟全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之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个伫地，伫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默祷闭会。